有时你做代志面，你敢无敢？你敢唔敢？你拄着你就是甲做啊。因为青春，所以有梦。6礼拜六下夜7点半，青春咱的梦。真去先生，那边去了。唱歌子。我是杜新仔高人。杜新仔高人，我心内其实毋是想要结婚，是有心啊，哪有可能？真是的，请你甲查某囝。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日的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高雄林武有一间公司甲中国进口红带假的布料，假做是国内生产，提供给国军使用，这乌心钱赚6000多万，检方当日追查。NCC 审计件电视单监事，也有有线电视频道案件，落被审计通过，上近7月中，假电视伫个有线电视的86台。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是去年选花莲县长的时阵，和一名有某的随从谈恋爱，互压出了后，已经撕掉发言人这部啊。伫高雄仁武有一间公司是负责国防部军备局红带假的布料，想袂到这寡布料拢是对中国进货入来，业者改漂头印家己公司的品牌，佮惊操作这布机未属实地生产共款。检方去敲负责人的公司佮徛家，而且有约谈负责人在内3名被告，初步怀疑业者利用这款的方式所赚到乌心钱有6700万，目前限负责人是50万交保。标定官网防弹衣假，仁武这间公司研制真侪项防弹衣、盾牌这个军警规格的专业用品，互桥头地检署搜查。因为公司涉嫌为中国进口防弹衣的布料，再个假是台湾生产的，掩饰未实质生产制造抗弹纤维布的事实，而将中国制的抗弹纤维布成品出货于军备具205厂，以此手法从中获得超过新台币6700万元的不法利益。2018年军备局陆续招标抗弹纤维布45万公尺。特别厂商找仁武这间公司做协力厂商，不过公司的负责人为中国买防弹布料，佫涉嫌甲中国公司串通改票印家己公司的名称了后定风箱。军方验收的时阵，佫假伫操作这部机暗砍事实，甲布料交互军备局205厂，涉嫌赚6700万不法利益。询问了后，因为事情明确，业者原来坦白承认，检方认定无羁押的必要，负责人以50万块交保。不知道他这个用。听说是仓库而已吧。不好意思，我们不清楚状况。前方业者公司登记地址大门锁条的，卡登记伫经济部商业司的电话，马龙回应不清楚。大陆货来冲刺，那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国安的问题？我认为都有疑虑。还有这个是个防弹背心，如果是电子产品呢？是个通讯装备呢。军事专家讲，国军军品采购契约一定有袂使为中国供应的采购规范，业者做法明显违反契约，麻烦咯，乃做其他更加精密的设备，透过类似的方法，有国安的危机。招标布料进前，因为违约，军方唔收，研判抗弹布料也未流入市面。不过针对检方搜查甲布料是不是有流入市面这件代志，军备局一个前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国防部昨发布2只罗西亚的护卫舰经过台湾东部海峡，国军也强调全程拢有伫咧监控。有学者分析讲，这罗西亚应该是咧展现中国甲罗西亚的战略同盟，因的目的就是要反制美国军舰经过台海。两岸情势紧张，对台湾造成的威胁，毋但是中共的军机舰。有渔民伫切看到宜兰东吴外海26海里的所在，敢若是有2台俄罗斯级的舰艇。国防部证实有侦测2台俄罗斯级的护卫舰由南向北航经过咱东部海峡，自苏俄外海向东南方向脱离咱应变区。因为俄国的舰艇出现伫咱东部海峡，真罕见。对咱方24海里的连接区离无远，引起大家的注意。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全程掌握俄舰动态，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国军强调有全程掌握俄舰的动态。学者分析，俄国太平洋舰队参加印尼的科莫多多国海军演习，伫结束了向北登去。对船舰的外形来看，应该是333完美号，一个335响亮号，以及舰队加油舰佩琴加号。分析5项航行的位置，学者认为俄国挑钢筋挖滚台湾的方向行，向美国展示中俄战略同盟的紧密关系。互外界担心，中国俄罗斯的舰艇未来是不是联手行过台湾海峡？这不能排除哦。不过我想，俄罗斯海军它参与的这个频率会比较少一些哦，因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是比较弱一些的。美国的这个海岸防卫队的史崔顿号这个巡防舰哦，在穿越台湾海峡，而且是低速通行的情况之下，俄国军舰就配合这个中共的一个诉求来采取这样的航路。另外，国防部2倍发布总共侦测强机11台次，其中BZK-005无人机飞过中线，无侦测无人侦察机19反舰直升机侵了咱西南空域。国军拢时常伫咧监控应处。越南海军是举行航舰杀手多工级别飞弹巡航舰、第2台量产舰、护港军舰的交舰，来强化区域的防空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罗杰斯昨日带8位无共党派众议员来到台湾访问。这3天的行程，暗算会见到咱的官员，讨论到美台关系、贸易甲投资，甚至是区域安全。今日下晡有先和总统蔡英文见面，蔡总统当面感谢军委会委员通过自控自诉国防授权法案，协助强化台湾的部队顶战力。总统蔡英文向外宾握手讲欢迎，这摆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率领8位跨党派议员来台湾访问，将做近年来规模上大的美国议员访问团。蔡总统也感谢军委会通过2024国防授权法案，协助强化台湾无对称战力。在座的议员每年在军委会共同推动国防授权法案，持续纳入各项政策倡议。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是维护台湾及印太区域安全的重要的后盾。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ave had a long and important friendship.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delegation with me today, 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bipartisan and unwavering. 团员也包含前军委会主席、现任民主党首席议员史密斯，以及罗杰斯拢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议员来自美国各州，也有专业背景，像是莫伊兰不担任陆军官。米尔斯是具备国防情报商的身份。3天行程有机会和相关部会官员讨论美台关系、贸易甲投资以及区域安全。而由于参选美国总统的参选人也相当关心台海议题。Let's get with our allies. Let's strengthen Taiwan. Let's make China really see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y decided to invade. And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to show them what Ukraine is going to do to Russia. And I promise you, China's not going to want to go against that alliance. 这里参加共和党党内初选来前，美国做联合国大赛海里认为，美国应该将中国看作是敌人，加强防卫台湾，一定要让中国了解3点武力还台承受严重后果。记者综合报道。
争议真久的镜电视上有线电视频道案件 ，NCC 今日审议了后，正式通过镜电视会当伫中家庭有线电视业者的第86台。不过 NCC 是有带条件，要求股东就要签这个书，这股权要交予信托，而且是袂当找人头来代替。那准顺利者，上近7月中就会当上86频道啊。镜电视就第4台案件甲董监事变更案，一路吵架议论纷纷。NCC 礼拜搁再摆审，7名委员除了副主委王필松回避，1个委员确诊山顶参与，最后2名委员弃权，以4比0来通过。另外也通过镜电视董监事等这变更的申请。那我们也没有外界所说的可以等到哪一个委员确诊之后才开会，这个不太可能是这样子。委员是有在线上开会，刚修过我们的这个议事要点了，所以线上会议其实也是合法的。回顾镜电视案件发展历程，去年1月镜电视核准设立，2月网络起步，5月上 MOD 的频道，也过申请上架有线电视频道是真侪波折。期间会议高层介入这传闻不断，一直到礼拜才审查通过。而 NCC 也是拍附带条件，要求股东要切结，股权交付信托，不用找人头代为持有。这个案件才通过生效。国民党的主张是陈耀祥下台负责。陈耀祥下台负责，下会期拒审 NCC 的预算，已经违背当时 NCC 对立法院说要在各种争议厘清调查之后有了结果才能够继续审议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NCC 根本就已经彻底违法。对着 NCC 趁立法院收回摆审通过镜电视案件，在野党立委非常不满。5月初，国民党立委就把冲入 NCC 大楼静坐来抗议，这摆摆审，搁再到 NCC 抗议，结果员工无愿入去，红党伫楼梯间也报警处理，指控 NCC 违反消防法规。国民党立委最终抗议无效，专案议员审查通过，那一切顺利，镜电视上近7月中旬会再上频道。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表出，去年参选花莲县长期间，和一位已经有保势力的随从谈恋爱，这随从的太太提过要求赔偿100万。古拉斯在继续辞掉总统府发言人的职务，而且伫面册顶头表示，双人无发生关系，也唔知影对方有某啊。目前当咧花莲县警察局上班的查甫当事人，也放调离开主管职务接受调查。花莲成了恐惧的总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是无惧之人。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2022年，和民进党顶调投入花莲县长的选举。伫地方走行程的时阵，边仔党有一个五官端正、体格真好的随和，随时咧替伊注意安全。无想到即马煞互周刊爆出讲，伊和这个已经结婚的随和在行。随和的某搁去法院提告，要求赔偿100万。古拉斯被随请示总统府发言人，总统嘛准时。整机语音信箱。古拉斯是无出面来回应，伫面册讲周刊的爆料，真侪所在拢有假过，而且受限。伊讲对对方婚姻的情形无正清楚，嘛毋捌有啥物超过规矩，也是亲密的行为。目前2个人已经无联络。当事人势力的随和和古拉斯拢是阿美族的人，正伫桃园的保安大队服务。2021年调登来家乡花莲，拄做外壁派出所的所长嘛，封调李主管。李元已婚，有2个小孩子。那本案如调查李元涉及不正常感情交往行为属实，将依警察人员奖惩标准规定予以惩处，并追究相关主管人员考监责任。古拉斯捌做过国民党的主报，搁伫咧府院党拢做过发言人，嘛互看作是大清德的子弟兵，但是嘛有争议事件。2014年的时阵，捌食酒赛车红法班，参选花莲县长的时阵，互批评讲是空降的。即嘛搁标出一个歹代，嘛互民进党伫咧花莲立委的布局搁较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查甫大学生进前在台中读某一间公立高中的时阵，伊指控17岁时阵，这姓肖的老师在甲伊交往，而且佮伊讨这赤身裸体相片。代志爆出来了后，学校的教评会决定甲这个老师停聘6个月，接受性病调查。日本教育基金会认为，这个老师已经违反教师专业伦理，教育局甲学校要爱主动扩大调查。
这日台中某公立高中教册新校男老师被指控多年前利用学生的信任甲敬慕，甲一个17岁女学生发展私生恋，进而向对方讨无穿衫相片。学校立即调开到评会决议，新校老师停请6个月。而被害人是希望讲尽快完成声明调查。希望信评会可以做出让他停聘的决议的处分，就是如果是违反相关的教师法的话，应该是可以停聘1到4年左右。被害人讲，伊伫2020年已经对这学校毕业，不过这几年身心承受真大压力，呼吁保护这个新校老师成塑料过学生，勇敢站出来。学校是表示，这个老师伫事件爆出了后就请假，除了已经请3名委员组成声评会。学校方面也讲，学生若拄到相关的事件，学校也会加速来通报，加申诉停书。可以告知学校的任何一个人员，那我们一旦知悉之后，就会在24小时之内进行相关的社政通报跟行政通报。人本基金会认为，这事件已经明确违反教师的专业伦理，虽然暂时无其他受害者，也不过教育局甲学校方面拢应该来启动全面性的调查。那可能也有潜在的受害者，所以呢，扩大调查呢，务必成为我们性平事件的基本的就是 SOP 流程。那学校为了避免该名老师与学生有接触的机会，学校教评会已经依照教师法第22条的规定，给予最重暂时停聘6个月的一个处分。台中市教育局讲，除了继续来注意学校调查的进度，赶紧来调查真相，确定有违法行为就严办。若是因为调查必要，教评会会使依法搁再延长聘任来调查这个事实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搁再发生意外，这408车次自强号，今早起7点半对树林出发要去台东，却伫咧瑞丰一个半中途的时阵调车，经过抢修也是跋倒继续驶，旅客是等要到2点钟才改坐到其他车次。这届出意外就是 EMU 3000型的自强号，2年前才拄到入营运尔，却发生列车下骹这个空气弹弓泄漏的问题。台铁表示讲，这届事故影响到1300名旅客，事故原因佫爱调查。换车，换哪一台？旅客扛大包小包的行李陆续落车，准备换坐另外一班列车。伫这进前，因已经等约要2点钟。台铁408次自强号2早起7点半为树林站发车，要开往台东。伫经过瑞丰站了后，传出故障。列车1号车厢管线漏风，司机紧急处理，互列车恢复动力，不过无法度向前开，敢来当退回瑞丰站，交由维修人员抢修。得几重水，谢谢。站方人员提供饮用水加4小安慰旅客。特别注意的是，故障的列车是代替上新的 EMU 3000型新自强号，投入营运较无2年，有不少旅客特别指定要坐新车，都拄到事故。就是看新车就选这班，对。就没想到，对啊，没想到有这么荒谬的事情。我们原本要去兰屿，但是它就是最晚的船是12点半，然后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第一次搭，我想说搭这班车比较快，直接到花莲才有停啊。结果呢，出状况了。自强号卡伫瑞丰将近2点钟，有旅客不满，台铁无即时安排接驳。台铁表示，408次旅客当专业退费，这个故障影响7列次，差不多1300人。我们到达民政平交道前。那个事件发现车子停下来了，那漏气很大，然后他一直检查，就检查到最后一车，那因为管线破裂了。针对台铁一直出代志，这届是运作较无2年的新列车发生故障，引起关心。台铁表示，因为车卡空气弹弓泄漏，已经要求厂商详细调查，1礼拜内提出检讨报告，进行有效的改善，嘛会加强应变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公布上届新的车路交通史上统计，这1月到4月有133000外件呢。其中4月这1个月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间减少。不过，这过路人的死亡却是增加47.6%。主要原因就是民众过车路都用撞的，或者是有人伫咧飞手机啊。今年第3季也会开始加强处理。另外，讲到这轿车、奥多摆无配让过路人的罚金，即马会加倍，而且后礼拜就要开始啊。
交通事故伫国内是常常出现，三不五时就传出互人遗憾的事件。根据交通部最新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的交通事故，总是133972件，造成1039个人死亡，179,900多人受伤，比去年同期是增加62个人死亡，增加16100多个人受伤。另外4月交通事故死亡的是台中加上多，过路人死亡是桃园加上多，啉酒赛车死亡台南加上多。以现在我们停让行人的措施，包括从6月30号这么严格的规定哈，事实上你用专用时项，事实上是反而是可以解决车流的这个问题哈。另外，今年4月过路人事故死亡的有31个，比去年同期是增加10个，大大增加47.6%。另外，1月到4月死亡有134个，嘛比去年同期是增加12个，增长9.8%。虽然讲交通部和警方3月底已经联手要推动无让行人相关罚车承诺，而且加强处理，但过路人死亡4月点都增加。加强行人要遵守规定，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要专心，不要滑手机，不要随意的穿越马路。我们也会加强有关汽车停让行人的宣导。事实上，为了改善过路人地狱这个歹名声，行政执行司法人分署嘛，把赛车无让行人的交通违规案件，立作专案嘛优先执行。分署目前受理的案子共有26件，大部分违规的地点都在北部。只有2件在花东地区。交通部表示讲，经过分析，真侪事故嘛是过路人本身造成的。第3季开始嘛会加强执法，除了汽机车无让行人，嘛会甲过路人的违规列作重点，罚款会对3600提悬到6000，搁会参加道安讲习，拜5就会上路。他过路人一定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北中南生活圈通勤月票 T-Pass 7月初1就要开始咯，代替有120个车头会当使用。若准使用这月票民众，就要行专用的路卡机。交通部长吴国才早起也去视察演练。部长表示讲，7月初3是 T-Pass 施行头一个上班日，若准袂顺，民众一定会不满，要求代替就要加强服务。那我们这边的验票机刚好停用，那你可以直接从那边出站。人排甲长路就踢伫 T-Pass 专用出入口，卡片安怎路就是路袂过。原来是检票机故障停用，工作人员赶紧伫边引导，互民众应赶紧出站。先生，不好意思，我刚刚要过，怎么不能过？结果，这个小姐因为无行专用通道，竟是检票失败，无法度出站，也无被扣钱。T-Pass 通勤月票要伫这个礼拜6、7月初1正式上路。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才专程到台北车站观摩，目击演练突发状况。7月3号就来因应大批的这个通勤族哈，有时候这个通勤族或许他会比较不耐烦哈，因为赶时间。同仁哈这边这个在服务上面哈这个。尽量让来服务这个我们所有的民众哈。外界烦恼 T-Pass 正式启用了后，因流今年为专用通道进出站，恐惊会塌伫遐。代替评估 T-Pass 专用通道，录一张卡上值未超过1.5秒，对比代替原来录卡机出入1分钟差不多40人，速度明显有提悬。一共有提供390台的验票设备，专用通道会比较快。它这个是设定读卡机而已，专用现在我们测50个，好会比较快。代替提醒 T-Pass 月票限定在区间车、技工区甲 PP 自强区，那跨越生活圈专程会用电子票证扣钱。以人流上济，台北车站为例，目前初估有将近15万人次会使用 T-Pass。到时阵，若旅客伤过济，会将即摆出入口调整做 T-Pass 专用通道，要拼年底进行整合完毕。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罗西亚27个再去空袭乌克兰东部一座城市，造成上无有4个人死亡，42个人受伤。美国也谴责罗西亚的行为，而且佫再宣布要提供美金5亿援助乌克兰。另外一方面，白俄罗斯总统也证实讲，这罗西亚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头人已经到白俄罗斯了，无排除会有进一步的合作。北约也伫咧烦恼讲，这佣兵集团反背，地区区域是经济不稳定，而且因也有伫咧准备要来对抗威胁咯。见到无雨，走大拍掉，厝拢倒落来，民众着急等待救助。
俄军拜日空袭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莫托斯克，拍到一间餐厅甲附近的购物区，造成几10人死伤，真侪民众掉伫厝遐砖仔壁内底。 Я прибежала сюда после взрыва уже, потому как меня тут кафе я арендовала. Я по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а в кафе, тоже все повылетало. У меня сыночек погиб на войне, мне так тяжело сейчас, понимаете, и тут еще и это случилось. 克拉莫托斯克由乌克兰控制的俄罗斯占领区真军，定来将做俄军空袭目标。美国政府公开谴责俄国攻击行动，同时也宣布美方会再提供5亿美金来军事援助乌克兰。 This is the 41st drawdown of equipment from DoD inventories for Ukraine since August 2021 and includes key capabilities to support Ukraine's air defense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additional armored vehicles, anti-armor systems, munitions, and other equipment. 另外一方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拜日证实，俄国佣兵瓦格纳集团的首脑普里戈金已经到白俄罗斯，同时承认当初认为瓦格纳兵变是误判情势，会考虑提供声援，无得用野地来交流作战的经验。Гарант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ак он вчера сказал, в самолете. Д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н сегодня в Беларуси, но, как Ленин говорит, мне бы тако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в армии не помешало. Я с тобой согласен. 对着瓦格纳所来动向，即使唔知影，北约是判断瓦格纳集团甲白俄罗斯的造成区域更加无稳定，兵变也造成俄国境内对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的意见更加分歧。北约已经做好准备，要来对抗任何威胁。讲是新闻牛间编译。 这欧美国家是热血气，西班牙对春季一直是热到干。也若讲到美国德州等南部地区，这高温警报已经2礼拜了，热解效应予真侪所在出现43度以上的高温，照推测这款的情形会一直到7月去。 为美国亚利桑那州中部、德州甲佛罗里达州中央的南部，6200万人拢看到翕热的热解效应。稳定的高压系统加小气甲湿气拢锁掉的，已经连续2礼拜，互人感觉强要无开。拄啊过下礼拜六，一寡所在温度拢38度以上。德州这礼拜的高温嘛，看上摄氏45度，半暝嘛无啥会降温，民众敢来当尽量食冰酸水来消透。预定这礼拜德州的用电量会阁创下新高纪录。 It's getting hotter. That's just the world is changing. A nightmare scenario is that the grid goes down. You don't have air conditioning available to most people. 独立的德州电网负担真严，最近因为高温相关的送医人数大大增加，对于无为汤米的家友，佫较是致命的挑战。主权团体加紧分发饮用水甲卫生用品，希望帮助因渡过难关。换来看西班牙，今年热天头一阵小风已经到位，气象预报显示，全国大部分的所在可能会出现摄氏44度的高温，一定会持续到29。中世纪古城塞维亚尤其野雨伞开线，伫闪大热。 And I find it super hot, super hot. And what we do against it, we drink a lot, wear like light clothes, and we do siesta, as Spanish do. 去年是西班牙有史以来上热一年，今年春季嘛是历史上最高温。统计显示，过去12年6月极端高温已经愈来愈接出现，这是一大警讯。当地已经传出今年头一件农民吊山死亡的案例。当局单线工时保护上路，禁止伫真热的时段伫户外工作，也成立新的部门，降低极端气候对健康的影响。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 受到高温的影响，加拿大对5月开始各地头一直的火烧山，这烧掉面积大概有2个台湾遐大。火烧山的乌烟也已经飞到欧洲，也有美国芝加哥一寡所在，而且这森林野火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1.6亿吨，创下历史新高。 看过去会当看到大火伫森林炭烧。加拿大为5月开始，各地一直发生森林野火，这火灾产生大量的浓烟，唔能影响国内，进前更严重污染美国纽约的空气。暂时烟雾嘛一清，美国的芝加哥当地空气品质已经互列入不健康的等级。 I bought this mask because it felt dangerous to breathe the air. It's burning on the eyes and burning in the nose, and I don't think this mask is even strong enough. 除了美国浓烟嘛拖起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空中，数百件野火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到26为止是2003年有卫星监测记录以来的新高纪录，超过2014年的1亿4千万吨。
fires in Canada for this year so far, so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ill the 26th of June or so, that they've emitted an estimated 160 megatons of carbon into the atmosphere, which is already the highest annual total for Canada over that period. 澳洲各百年的大气监测机构的科学家帕林戈顿表示，这个烟雾已经拖去西班牙甲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岛、爱尔兰甲英国，而且继续往法国、荷兰、比利时甲德国发展，进一步往东边拖。要过烟雾的宣布粒子会停伫大气内底较悬的位置，所以无啥可能会影响到澳洲的空气品质。暂时加拿大国内累计数百件野火，造成至少770万公顷的土地和大火烧去，等于烧掉2个台湾的面积，更加互看作是加拿大现代史上上大规模的野火，迈进一步互全球暖化恶化。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批准纽约市会当对明年春天开始，向进入到曼哈顿闹热地过轿车征收塞车费。这是美国头一个征收塞车费的都市。不过各界意见是无同款，特别是赛车的民众，因是真不满。纽约市定定塞车，即马经过环评审查甲规划制定了后，得到联邦批准征收塞车费。相关方案按算伫2024年，驾驶可能逐工上悬高出23块美金，相当新台票714块。Every day, if we make $200, we have to spend $150 for your supply and cost and everything. So if it's $23, so it's not good for no one. Every passenger that I pick is paying congestion charges already, so I don't know why I have to pay and then pick up the money for them. So I'm not going to do that. 这项征收费用主要是为减少塞车、改善空气品质，超过每年会带来10亿美金的收入。未来应用伫纽约大都会运输系统。根据去年一项研究实施了后，进入曼哈顿的车会减少15%到20%。How about less air pollution, lower carbon emissions, lower speeds, fewer crashes? 中国拍算针对近日或者是停伫曼哈顿中城60家甲曼哈顿南边炮台公园的中央商务区的车收普通费用，按算明年春天就落。开时阵纽约市会加入早伫2003年就实施的伦敦、新加坡、斯德哥尔摩，将做有征收塞车费的都市，伫全美国是第一例。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南韩对2月开始呢，要统一年会计算方式，目的就是要避免甲国际交流的时阵发生误解。上界惊的就是违反着国际法律。南韩政府决定采用全球标准年龄制度，用实际出世的日子来计算年会。南韩人头一届见面，定定会开嘴问年纪，这是因为南韩社会特别重视大细的顺序，必须依照年纪判断安怎甲对方直接。There's something called the 3 fundamental bonds and 5 constant virtues in Confucianism. And this has led South Korea to have a culture that differentiates people by age and respects someone if they're older. 南韩的年纪制度，互这个特别重视年纪的社会更较乱。南韩有3种年纪的算法，较早较常用的是虚岁，就是红婴仔一个出世就是1岁，过新年搁加1岁。若做拄啊是12月31出世的红婴仔，元旦即天就变做2岁。啊，毋过即种的算法，若是出国留学还是工作，可能都会产生困扰，因为国际惯习用的是10岁，也就是出世满1年才算1岁。若做一个南韩人，虚岁是18岁，10岁是敢若16岁，伫个国外会互人当作未成年。这个时阵，若是因伫个当地做一寡成年人则稳准的代志，安尼可能会面临法律责任。There were people who complained about confusion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foreigners. By using the global standard age system, South Korea has taken a step closer towards better communicating as a global citizen. 除了甲国际连接，虚岁嘛，互南韩人申办退休金、老年福利才会发产生正乱。即马统一改采10岁了后，标准更较明确。啊，毋过也是有一寡例外情形，像讲就学行年、做兵法定的啉酒年纪的认定，也是看年份，毋是出世的日期。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早起开记者会，宣布竞选办公室的人事安排，由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来做执行长。也若力赢民主大联盟，搁再增加4位选长。赖清德出席记者会时阵，学了讲这4个人拢真将才。也若民众党是宣布တင်調蔡壁如参选台中市第1选区，挑战现任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手牵手大声喊动选展团结的气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要伫7月初1正式对外运作。日要早起是公布第一波重要人事，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出任执行长，负责选举方向；另外前行政院副院长杜子君担任国政国文团的调集人，组织调集人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陈明忠，副调集人是前立委林鸿池和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执行长负责选举的方向、策略、规划、执行，并统合所有的战力，也是带着这个团队往前走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跟方向。另外，伫立委选战的布局，力赢的民主大联盟搁加4个阵仗，民众党嘛宣布第一波区域立委的提名，定调蔡壁如来参选台中市第1选区，挑战现任的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大家关心当时陈厚捷。中彰投也不是只有1区要选立委嘛，这涉及到整个中彰投的全盘战局，要怎么做的哦，还有谁要那个，我们还要再详细的规划。民进党仍然秉持跨党派、跨世代、跨领域的原则，推动第4波的民主大联盟的征召工作。今天所征召的4个候选人，都是一时之选，表现也都非常杰出。赖清德组成民主大联盟要备战2024的立委选战，定新德县第1选区提名占记题，苗栗县第2选区含无党籍议员詹文学来合作。沙地县主民伍丽华，北地县主民陈莹是全力拼连任。民众党的部分不分区的立委陈婉慧要挑战宜兰县的选区，立委张基乐是投入台北市第8选区，挑战国民党的赖士宝。记者综合报道。警方接到情资，讲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伊身躯顶有枪，去到新北市新店要掠人的时阵，嫌犯说开车弄警察，警方开2000反制。也伫咧车顶呢，还佫厝内面抢出4支枪，也甲这2名嫌犯带回去侦办。事实上，这嫌犯有前科19年来，互检方移送地检署了后，伊拢会利用渐冻症这款特殊疾病做理由，来争取交保机会。地管人员提枪对因人来开枪，因接到报案讲有人身躯边有枪，大家拢保持警觉。验过车内这查甫人想要来开车离开，无人抓到。警察看到这个情形，搁再开枪来警示，双方一度来对立。出来看的时候，好像是警察在跟歹徒正在搏斗。很多人的声音啊，后来说要开枪就开2枪，砰砰。台北市警方看辖区来查缉，2月透早5点，伫新北市新店连开2枪掠到嫌犯，对车内甲徛架敲出4支长底枪，也有海洛因、安非他命这的罪行毒品。行路无在需要人查，4单的嫌犯有枪炮加毒品的前科，警察也查出，厝主也是共判，拢带转去查问。警方伫厝内敲到敢若铁管仔的物件，怀疑是家己要制作爆炸的物件，刑事局爆化小组摕转去检验。那利用这个清晨民众较少的时段那减轻对于周边的一个干扰，最后也在没有伤亡的过程中将这个诚信犯嫌来做逮捕。4单的嫌犯计旗管拜红掠，是警方眼中头壳听人物。回顾19年前，被因为砍下侵害毒品的案件，伊手提手榴弹，甲警察对立7点钟。他就说把手榴弹。疑似手榴弹的东西说要给我们同归于尽，叫我们不可以再进去。昨年3月，佮伫西门町甲警方开枪；今年12月，古早红掠跳塘逃走；去年9月，也古早零检开枪弄警察，方开4枪制服。为什么见到警察的兴趣？做摆红掠，做摆红移送，只要议员伫外口拍走。4单的嫌犯有渐冻症，这是一种运动神经元退化造成的疾病。伊每一摆比上班拢会摕诊断证明，争取交保机会。今年5月，上海伫新店甲警方爆发枪战了后，伊就带伊来治疗。这摆又搁牵涉枪刀相关难度，被掠命运。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有几落位受刑人利用机会脱逃，交警署决定对后个月开始会利用科技辅助监控系统，这受刑人若离开家家，就要挂电子手环，随时掌握因的行踪，安装对面得挂1天，请来示范。飞机迄时间电量拢知影，来见 GPS 行踪清楚来定位。这款电子手表一路挂起去，无多讲摕落就摕落。交警署结合科技，及时掌握受刑人的一举一动。去年8月，受刑人林信吴等于厝探视，超过假期无转来，对面着挂一家家脱逃了后，犯下大南台警察案件，2名警察死亡，震惊社会。截至到去年10年来的统计，我一家家有49人逃走。今年至少也发生至少4件，就惊搁再有相关的行为。交警署规划科技监控，预计7月来实施。新实行的监所就选伫面对我一家家。有3个适用对象。那第一个是我们日间外出到厂商工作的自主监外作业。那第二个是我们外出返家探视的受刑人。那第3个是外役跟监外作业的收容人。大约400多名受刑人即要离开监所，一路爱挂这手环，试办1年评估成效了后，慢慢科技转台。只是交警署进前要修法，拍算有关外一家家遴选的标准，就搁强化对受刑人监控，安尼做引来民团的批评。不应该用这种所谓的电子的设备来违反说整个外役监设立的原则之外，我觉得这也很违反人权呐。那是不是我们干脆走回头路，就是全部废掉外役监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外役家家真侪中间的处所，设立目的伫互受刑人慢慢来回归。央国民团认为，交警署弯端来监控，无疑是侵害人权，一再推出各项加严的做法，根本破坏外役家家立法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有拄毕业的大学生用 AI 写家己的自传甲履历，只要30秒，免动头壳就处理好势。不过学者认为讲，这 AI 速度紧，但是这内容无一定有内涵，也是爱看敢有符合工课这部的专业需求。摕到地理系甲主管系双学位，过同学准备找头路，想到爱写自传履历真了工。最近伊试用 AI 工具输入学经历甲专长去生出自传。我上面有写到的大部分的我具有的技能，在这个AI 生成自传里面都其实有产生出我要的结果。30秒的时间 ，AI 生出500字的自传，同款的时间过同学则写50字，而且重点是想要强调的技能，伊拢有写到。AI 自传的话，我们目前是串 ChatGPT 为主。那如果你今天是可能不同科系的话，你可能会使用到不同的所谓的 AI 应用工具，像是Midjourney， 它可能是否就是影像生成相关的。可以再修改一下，因为修改的话会比较贴近自己实际的经历，会比较好一点。AI 快速生出履历，东吴大学器官系助理教授吴兴培讲，无定着讲了有道理，毋过无一定有内涵。爱注意的是，敢有对应到定在消息当中的要求？他在过去的专业啊，还有这个实习经验或者是社团经验上面，是不是能够对应工作要求？吴教授讲，履历自传因为是精选工具之一，企业应该加使用多元的精选工具，像讲背景调查的推荐制度、适性测验，加强主管面试训练，并且以科学方法去验证这无共精选工具。若选出所需要人才，嘛确保选用了后用到真正好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本土天狗节到2倍下晡已经有84例，拢集中伫咧仁德加东区。早起呢，化学兵有入去仁德区储药啊。最近也接到这西北河若准有积水，已经较歹化解，而且今年流行的病毒甲英国无同，民众也是爱共心，做回来防治天狗节。2倍早起穿红雨衫的化学兵就来到台南天狗日疫情上界严重的仁德区成功里协助户外的消毒工作。台南市的本土天狗日到2倍下晡，总计已经有84例，大部分分布伫仁德区，也有东区。对通报头一例本土案例以来，市府就加强各案的徛街，也有活动地周边避网塘密度的调查加清理，以及化学防治，并且设置采血站进行采验。因为今年流行的是第一型的病毒，就惊民众无去就医，也是互相各感染到。重复感染不同类型的，比较容易产生出血性登革热。那过去在2015年的时候有26000多个，那这个我们当然不希望这26000多个有重复感染到第一型，
2015年天狗热伫台南市大流行，当时造成26000外位民众确诊。今年疫情又过来真凶，住伫热区的民众也难免会惊，大家拢真小心细腻。对啊，我们要每天巡一下，在自己家里要该到的要到，要巡一下，然后刷一刷、弄一弄，然后把疫情可以控制下来。尤其下雨过后，确实要把那些积水容器清理干净，这才是正道。那疫情陆续的攀升，我希望能够唤醒大家一起来尊重我们的环境。最近下晡不是有雷阵雨，环绕天气因素影响防疫做法。市府讲，这阵东部之急是控制疫情，所在更加多人去围着。而青岛资讯员降低避网通的密度，更加所有民众到店来配合，防堵这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有甲台大合作，伫稻仔身躯顶找到抗病基因，结合高雄145号生产出对抗稻热病新品种，叫做台大高雄1号。稻仔已经结穗，但是我过去看，一寡拢已经冷去啊，敢若剩壳尔。稻热病红叫做是稻仔的瘟疫。为着真菌对稻仔的苗到穗拢有可能受害，减产30%以上。农委会和台大合作，对菲律宾国际稻米研究所摕到抗病基因株，和高雄145号交配，研发出国内第一摆用分子标志的技术，种出抗稻热病的品种。我们这次挑的 PI9 这个基因呢，它表现很好，都有研究显示说它对大部分的菌株是抗的，也就是说呢，它理论上是可以撑更久的时间。新品种是号做台大高雄1号，产量是比一般的稻仔较少，每一公顷是减少1000公斤。农委会讲，安尼会当唔免合接去喷药啊。第一个人工减少了，成本也减少了。所以在他们来讲是有利的。农民看到抗稻热病的新品种出现是真欢喜，因为讲虽然减产，但是会当减少用药，会较好管理。等下免个底下好，无人咧种咧头了，拢爱叫人拜托，喷了工人少，拢爱请，拢都是拜给拜托啊。为着对抗稻热病，研究人员是一直在研发新品种，但是真菌的演化和变异都真紧。目前台湾上普遍在种的台南11号，本地会当抗病，但是大面积种3-5档了后，佫变甲会去挖着病。这摆台大高雄1号特别扩大抗病，会当去对抗佫较侪种的真菌，有机会当突破过去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最近这5年青少年嫌犯增加3%多，其中诈骗加毒品是上接发生的犯罪行为。司法院打算对7月开始，针对有风险的少年家啊进行行政辅导机制，希望这少年人会当走向正道。台湾诈骗手法千万招，诈骗集团嘛接利用少年辈做过手人。根据警政署统计设计资料显示，2022年青少年嫌疑犯排第一个犯罪行为就是诈骗，有26.49%。司法院伫7月初1开始实施保险少年行政辅导先行机制，由各县市政府成立少年辅导委员会，介入辅导有犯罪风险的少年。中华县的少辅会也伫6月28正式启用。我们对少年违法曝险或是偏差行为的部分，将来会以这个辅导行政先行的方式啊，我们会先对这些曝险少年、行为偏差的少年啊进行这个辅导，然后希望说，这个辅导成效良好之后，就能够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社会生活。中华县少年辅导会计共有8位辅导员，拢有社工、心理咨商的专业背景，会针对无缘故就早危险物品、有吸毒、这寡行为的偏差少年来进行辅导。第一个判断他是曝险行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很重要去做家访评估的部分，因为我们要整个去评估孩子的状况、家庭的状况，还有他整个社区状况，都要是列入我们评估的状况，才知道我们要提供他什么样的服务。中华县少辅会表示，行为偏差的少年辈大部分拢较被网络、共伴相招，都会出现欺骗、吸毒的犯罪行为。少辅会会结合福利、教育、心理、医疗等等的相关资源，希望用辅导的方式感化，望指引这的少年辈行入正道。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清华大学的老师甲学生利用5年的时间，伫南回铁路来回几落摆，总算完成纪录片，甲一寡驶火车司机，还有南回铁路工人因的点点滴滴，用镜头全部记录落来。上台北念书啊，都是坐这样的车。老火车驶在山北海边，这是南回铁路特有的风景。清华大学老师带学生团队，利用5天的时间，一点一滴把南回铁路的故事透过影像记录起来。其中不少拢是台湾人成长的共同记忆。我一直觉得台湾对于铁道文化的一个认识跟整个的理解，我觉得太过狭隘。那个狭隘是大家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它承载了整个台湾人的这种生活情感跟很多的记忆，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更开阔一点去看待的题目。所以怎么从铁道文化来认识台湾，这是我觉得很漂亮的一个议题。导演讲，纪录片对摄影、配角、工作人员拢是清华学生，参已经毕业的同学，其中还有来自不同科系的学生，自开始到完成。过程确实真无简单。晚上就在那边看着工人施工，然后在那边第一次的拍摄，我觉得很新奇，就是因为这个纪录片，我会接触到很多可能我这一生不会接触到的人事物。在这个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到，它就驰骋在整个中央山脉南段，驰骋在整个台湾海峡、太平洋这个中间。很美，我觉得台湾很多人觉得台湾很小，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我们没有细细看它，我们没有慢慢看它，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美丽，好多的故事，其实我们都忽略了。南方小木铁道纪录片目前在电影院放送，导演邀请大家去看这部记录台湾铁道的纪录片，共同来感受南回铁路的风华。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人讲台顶3分钟，台骹归厝经，真侪人做囡仔的时阵，若准这庙口有做歌戏，拢会走去这戏棚后台头闪。对这演员西装打扮真好奇，这叮叮咚咚的头插也有历史演变，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深闺的女子手放济，骨严家来唔敢趁红杯。已经退休10多年的歌戏演员郭金兰，讲到做戏的光景也是3工讲袂煞。伊经过歌戏上车影时代，戏人内面有真侪宝贝。较早演古册戏的时阵，拢爱绑古装大头。古装大头形体虽然是对中国京剧模仿来的，不过经过台湾在地化了后，也演变出家己的特色。这古装大头的配件有梅花、粉鸟、边风、三盏鸭、四只鸭。寿枝、芭蕉扇、金拱槌、夜光花、边仔花、米谷掌等基本配件。其中寿枝加四角形梅花是台湾歌戏的特色。毛花嘛高机的，这大部分做小段拢高机啊，这7支啊边啊，这边啊就高机。对着时代演变，歌戏的装扮形态也对着流行，也甲古装大头改做模仿电视古装的古装头。利用假头毛贴头毛丸，不管是插珠啊，或者是戴皇冠，拢会当变化出无同款的造型。大头因为伊的技术性较大，然后你若讲热天的时阵，你甲伊绑落去，即摆少年人较无爱绑大头，就是会流汗，伊会感觉足艰苦啊。绑大头，伊的珠啊插足济，会感觉足重的。啊，规个拢参耳啊，拢包起来时阵，伊会感觉讲无听到人咧讲话。而且嘛，足压杂的头套就是唔免像大头安尼，一块一块一定爱交地安尼落去量。伊的造型是无啥共款，啊，若头套就是戴起哩就好啊。其实就是讲较轻松啦。歌戏的文化倍数大海，接受每一条溪流共款，唔那保留故事内面的中校节机，也吸收着时代潮流。唔那有北管、南管、高架戏、京剧的元素以外，也有一本普通的风格伫内面。庙口热烈演出，展现台湾人有北长包容差异的精神。记者郑家豪台北中华报道。
写作是一种言论的表达。台湾经过无共政权，也捌出现禁册制度。台湾文学馆今举办文学禁册展，小解各种类型的禁册，也有政策，希望透过展览，让民众了解到民主自由的珍贵。目睭看到的册背后拢有痛苦的历史，对日本时代到改严，台湾人民的思想甲言论，有买50段时间受禁册制度影响。这个台湾文学馆举办文学禁册展，小解禁册种类甲政策。其中改严时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4组是规个政策的主导。不管是党政军系统呢，就通过他们各自的管道，对这些书籍进行查罄，然后或者是下架的动作。禁书这件事情上，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查禁图书目录，但是这个宣传周报可以说是整个禁书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前行的一个刊物。目前的社会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开放了哈，可是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去有。在迄个年代，真侪文学界作品无法度出版。其中民国43年，中国文艺协会发起文化清洁运动，被称作文艺三害，就是共产主义、性别禁区、政治内部等有关的全部拢禁止。当时引起文学界抗议，认为用文艺政策控制出版品是违法的。国两会的新所这样一本书，就由于涉及到乱伦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性禁忌的话题，被开除中国文艺协会的会籍，然后这本书也被查禁。我们花在这个上面的时间太少了。反而让我们失去了认识自己的机会。现场展出66件禁册甲杂志，展览嘛结合实景解谜游戏，互民众抢救要消失的文学作品。这个展览就是要互咱知影，言论自由不是对天顶拨落来，望大家爱珍惜。记者李小台南采访报道。意大利的庞贝古城遗址考古团队最近挖出一幅色彩正艳的壁画，这画内面有看到亲像披萨的物件，这有可能就是意大利披萨的起源，而且壁画也展现迄当时食食的文化。意大利南部庞贝古城考古园区伫今年发现一个奇特的壁画，顶面画一个银盘装食的物件。内底有圆形的福卡夏面包，顶面也香料，边还佫亲像石榴加做的水果，还佫上至亲像顶酱料，加装塔用的草木叶啊编的草本摆设，这迄时阵被看作是招待人客迎宾饮食。E durante questi lavori è venuto fuori un affresco di una tipologia molto diffusa, quella dei xenia, dunque dei doni ospitali, frutta, una focaccia. Un calice di vino che troviamo a Pompei, Ercolano e negli altri siti. 庞贝古城考古园区主任指出，圆形的面包互人想到披萨，因为庞贝遗址就伫披萨故乡那不勒斯附近15公里的所在。不过，因为是2000年前遗址，史料并无记载迄时阵是毋是有披萨这种食物，放伫象征珍贵的银盘顶悬，显示画图的人想要呈现迄时阵社会生活的现状。专家研判这壁画位置伫徛家湾灶骹的走廊壁面。另外，团队也伫附近发现3个人类的骨头，发现壁画的建物伫19世纪出土，为自2013年1月开始进行挖掘的工程。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到新竹对27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
当年竟然讲美秀姐啊肥出出。